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
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一类，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在每个心思意念中掌权，在你同在里得享平安满足，宣告耶稣。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直到黑暗锁链都被破除，宣告盼望和自由充满这地，宣告耶稣。
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我只想要宣告救主耶稣，除去所有恐惧，所有焦虑，释放每个被忧郁捆绑心灵，宣告耶稣，你名是能力，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摧毁那阴雷，光照进黑暗，眺望复兴。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至圣尊名。耶稣，在高声呼喊耶稣，在街道中宣告，耶稣基督战胜一切黑暗与仇敌。我全家属于耶稣，宣告这圣尊名。耶稣，宣告
颗心思意念中掌权。请咱永远徛着同心额头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阮同心同意来到伫主你的面前，诚心诚意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你是创造天甲地的主，凡在伫主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性命。毋通袂记你伊一切的恩惠，因为伫你有满满的恩典、甲怜悯、甲慈爱。伫你内面，阮的心欢喜。阮的灵快乐，阮的肉体嘛要安然徛起。主啊，当阮谦卑来到伫主你的脚前来认阮的罪，承认阮是有罪的人。阮常常听家己比别人较侪，看重家己的需要，却无看别人的欠缺。甲人的关系哪来哪疏远？求主赏赐阮有怜悯人的心肠，对伫人的欠缺甲需要无硬心。会通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阮的肢体，伫即个中间，通感受到主的温暖甲主你的疼痛，也对伫教会所规划的活动甲事工顶面，有时阮也先大先考虑到家己的独学，却无有够额的信心来参与伫这个事工，直到阮失去了会通经历到上帝大能甲恩典的机会。主啊，恳求主你来怜悯阮。更新阮的心思意念，互阮会当定心行伫上帝你欢喜的道路顶面。主啊，当阮要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愿迦南教会成做一间充满主的疼的教会，大家和睦徛起，彼此关心，互相扶持，有相款的心志，用主的话做基础，用主你的疼成做阮的快乐，兄弟同心。彼此同工，甲主同行，伫圣神的引带下面来去做一间健全的教会，嘛互迦南教会成做吸引人来亲近你、认捌你、灵魂得到救的所在。主啊，今仔日我嘛要为着台理学院来祈祷，求主保守看顾，互学院所有的牧师、老师甲同工有够额的智慧甲气力，所要推动的每一个事工拢通顺利。特别为着金华牧师、方龙牧师来祈祷，因长期委身伫台理学院的服侍，也培养出济济主理的工人。恳求天父上帝你加倍的祝福因伫因的服侍、家庭、甲身体顶面，拢有主理满满的恩典甲祝福。也为着台理学院的招生甲学生的学习来代祷，愿主你兴起济济对即场宣教有负担的兄弟来报名参加，接受装备，透过学习会通实际伫即场来传扬主你的福音，成做基督的精兵。但愿将今仔日的礼拜交托伫主你的圣手，
求圣神高牧金发牧师的嘴，互伊所传的道有上帝启示甲开力来刺察阮的心，也求主你为阮备办心诚做好的土，互牧师所野的种子，伫阮的心内会通发芽布衍，搁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愿天父上帝安耳康听阮同心的恳求，愿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免。请坐。这是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14篇，就是诗篇46章。启用文14篇，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溃力，是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虽然地大变动，山到海中，海水野涌哗哗吼，山因为海上忧喘，这声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就是这关上帝徛起城的所在。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天铺光，上帝就帮助伊。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上帝出声，地就消扬。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上帝做咱的要塞。来看上主的所做。看伊伫地上奇妙的作为。伊压制经站长枪，放火烧战车。伊互战争拢煞，全地和平。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我伫列邦受尊崇，伫全地受尊最大。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雅各上帝做咱的要塞。这是咱要来请子弟团来献诗。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0章第1节。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第10章的第1节。耶稣行透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伫因的会堂教示人，传天国的福音，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伊看到遐大阵的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困苦无人照顾。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耶稣调集伊12个门徒来，互因有权柄通赶邪神，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以上，即是要来请淡益理学院林金发牧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宣教甲工人，宣教甲工人。各位兄弟平安。平安。今日看到这侪人伫主的会堂内底，伫敬拜上帝，这是上帝上欢喜的一项代志，就是世间的人拢来到伊的面前来敬拜伊。所以咱看到迦南教会60年哦，我说恭逢其时哦，因为我在迦南教会呢，也快将近30年了，只是呢我没有在迦南哦成为会友汇集在迦南哦，但感谢主，看到遮侪兄弟姊妹哦，坚守岗位，一直在迦南教会来敬拜上帝，来传上帝的福音，这是非常一件有恩典的事情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来领受从他来的教导，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再一次被激励，然后让我们的迦南能够再往下一个一甲子来走。阿们吗？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今天是你自己的日子，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聚集，来领受从你来的真理，愿你的真理在我们心中来掌权，以至于当我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因此，把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聚集的时间，全然的交托仰望，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再一次领受从你来的真理的教导，把我们以下的时间都交托仰望，祷告奉靠基督的名，阿们。拄则咱伫看到这集的圣经节，伫记载在马太福音第9章的第35节，一直到第10章的第1节，咱来看到耶稣伫地上所做的事工，咱嘛伫学习伊所做的事工哦。目前咱知影教会拢伫找找安怎互教会成长的方法。请放下一页来，这个刚才我们好，帮我放下一页来。好，咱安怎互教会成长的方法呢？这个方法呢，就是创造教会的吸引力，安怎来增加信徒的附着力，甲引爆福音的爆炸力。所以咱为着创造教会的吸引力呢，所以咱的教会就办了侪活动，吸引人入到教会内底。当人入到教会内底的时阵，咱伫思考安怎来增加信徒的附着力。所以伫教会内底，咱有看到真理的教示，来坚固兄弟姊妹的信心。最后咱来差遣兄弟姊妹出去，出去引爆福音的爆炸力。来完成上帝交予咱的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咱拢是基督的门徒，阿们嘛。咱也是基督的门徒学生，咱就来学习老师所讲的，就参像阮淡益理的学院，所以老师教的学生就爱去做，阿们嘛。所以咱即摆呢，就来看。这位耶稣，这位老师，伊安怎甲咱教示的咧？伊伫地上，伊讲就做，所以咱听嘛爱去行伊所做的代志。所以咱来学习。所以今日呢，咱就爱为拄则读的圣经内底呢，咱来看。第35节，伫讲耶稣行头
周围所有的城市甲庄舍，因为当时耶稣是用行的，所以耶稣是用行的大部分的时间是行喺倒位呢？那你若对圣经的了解，大部分的时间这3年半的时间，耶稣拢伫咧加利利这个所在活动所以咱来看到1903年莱特两兄弟伊发明飞机了后呢，咱来看到国甲国的距离缩短人甲人的距离嘛缩短每一个人坐飞机出国的目的拢无啥共款，有人去做生意，早期的时阵即摆呢有人去探亲，嘛有人去旅行不管是旅行、探亲还是读册咱来看耶稣用行嘛有目的所以咱坐飞机每一个人有无共款的目的，但是耶稣用行的目的是啥物呢？所以咱拄则伫读的迄段圣经册内底，马太安尼记载，耶稣用行的第一个目的是啥物呢？伊伫个会堂教世人，会堂教世人，咱嘛为耶稣的信仰来学习所以咱看到咱即摆的教会嘛是做甲耶稣共款的代志，就是伫个会堂内底教世人。所以咱教士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教导所以咱嘛伫个教会内底学习，安那互咱的生命更较成长。所以咱教会内底可以办侪活动也有经历的教士，包含主日学，包含了成人主日学，包含了我们现在正在聚集的我们的主日的聚会，都是在遵守耶稣所做的事情就是伫个会堂内底教世人。那第二个目的是啥物呢？第二个目的就是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的内容到底是啥物呢？耶稣伫开始传道的时阵就已经宣布天国福音的内容，记载伫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4章第18节到19节，讲主的神临到我，因为伊用油抹我，互我传福音，互散车人。伊差遣我宣布受凉的得到透放，无看见的会当看见，受压迫的得到自由，宣布主恩惠的年。这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耶稣伊伫地上开始要传道的时阵，伊就是伫遮做伊所做的，然后行伊所做要行的路。所以咱看到这就是耶稣的第二个目的。那第三个目的呢是啥物呢？圣经内底甲咱讲，马太记载讲，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医好逐款的症头甲病痛，就是咱知影讲权能的服侍。所以咱嘛学习耶稣的教师用权能的服侍，伊互伊的学生伫伊的身上嘛学习这3款的代志，伫因门徒后来传道的过程当中，服侍的过程内底嘛有真大的帮助。咱即马嘛是咧做这3项的代志，阿门嘛。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耶稣的门徒学生，所以老师做的，学生嘛爱做老师伫咧做的代志。所以咱即摆的教会嘛是做即款的代志，所以咱每一个呼召的人嘛应该爱做这3项的代志但是咱看到马太伊伫记载马太福音内底记载36节讲，伊看到遐大阵的人，马太安尼记载，可见马太安尼记，可见就是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会堂，会堂就是咱即摆的改革中信仰的教会甲众人斗阵，才会看到遐大阵的人。所以你若了解过去犹太人的会堂的故事的话犹太人的会堂的故事，无人无需要遮济犹太人的会堂的故事内底，甲咱讲，伫圣经内底教士甲有讲到，所以有看到只要10个人就会当成做聚会的所在。所以耶稣大部分的时间是离开会堂，才会看到这大阵的人。圣经内底甲咱讲，伊看到这大阵的人，就可能离圣经内底伫马可福音内底有记载讲一个神迹，有一个人来恳求耶稣，跪落对伊讲：你若肯，就会互我清气。耶稣满身怜悯，伸手甲伊摸，讲：我肯，互你清气。伊的太哥即时就无去，伊就清气所以咱看到
若想看卖以当时的医疗的状况医疗的资源跟科技来看，就太多的病人都亲像咱这几年来，咱受到新冠疫情病毒的影响同款，着病的人会互隔开众人嘛拢真惊惊互围着，因此呢，伊的人际关系介毋好，即款人呢需要互人接纳甲帮助，所以当耶稣看到伊的需要的时，圣经内底甲咱讲，耶稣就可怜伊，伸手甲伊摸，讲我竟互你清气，太过即时就对伊身上无去，伊就清气哦。搁有一遍，耶稣带伊的学生到一个城叫拿因城伫伊的城门口拄着一个寡妇，耶稣嘛帮助伊，互伊的囝儿为死搁活起来所以咱看到耶稣帮助伊，所以互伊的后世人的生活有活去，因为耶稣嘛看到伊的需要搁有一摆，耶稣嘛看到囡仔人的需要所以有一遍有人带囡仔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来看耶稣，请耶稣为伊来祝福，但是伊的学生主动，遐个人带耶稣来到带囡仔来到耶稣的面前，无得甲惊吵所以咱教会内底楼顶几楼有儿童主日学所以我发现今日大家不管是坐遮还是楼顶的，拢安安静静伫咧听上帝仆人在讲神的道所以呢，怕小朋友吵我们，所以我们只好把小朋友放在楼上去，那我们大人呢，在这边专心的什么听主的道，对吗？所以但是呢，我们也咱看到耶稣看到这款的情形的时阵呢，耶稣对因讲：，互囡仔来到我遮，唔通甲因阻挡，因为天国是这款人的。所以耶稣看到囡仔人的需要所以咱看到耶稣看到侪人的需要，倒一款人有需要呢？就是在生活中有动机的人，就是有需要。所以有动机就有需要，有动机就是有时机所以我们会看到，互咱为生活中去找，因为耶稣常常离开会堂，看见因的需要，就可怜伊，就怜悯伊，因为圣经内底讲，因为因困苦无人照顾。什么是困苦无人照顾？就是无愿望、喜乐、无生命的方向敢若亲像羊无牧者同款圣经内底甲咱讲，亲像羊无牧者同款，所以羊需要一个牧者来引带、保护，互伊出入有草通好食，会当着供应，生命会当生长。所以牧者的责任就是甲羊饲甲肥足足，会当出去征战各位，咱的教会有上帝所拣选的牧者陈牧师他们夫妇来牧养我们，阿们吗？所以这非常非常什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要使用他所拣选的仆人使女，牧养咱，互咱饲甲肥足足生命更加丰盛、成长、茁壮。所以羊唔知影倒位有草食，倒位有水通好啉草食、水啉是维持我们生命的成长羊生命的成长。所以牧者的责任就是来帮助羊能够生命成长更丰盛。但是要考各位当老师当久了所以考各位牧人能生羊吗？所以你们大家都会心一笑，谁能生羊？羊才能够生羊，不是吗？所以羊才能够生羊，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养众多，生养更多，阿们吗？互咱的教会这满满的人坐在这所以我相信这就是上帝呼召咱的旨意，不是嘛？所以咱会当靠主生养更多所以咱看到耶稣
伫遐做的代志。但是耶稣伫2000几年前对伊的门徒有安尼提醒，所以到如今耶稣嘛对咱有一寡提醒。圣经内底甲咱讲，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收成的真侪，做工的人真少，所以咱着祈求管收成的主，派工人去收成。咱看到这几年来咱台湾的政府呢，不断的引进外籍的劳工来维持咱台湾的基础建设，打造一个美好的生活环境。那咱引进外籍的劳工来到咱台湾做工，咱本籍的劳工呢，伫咧做什么呢？本籍的劳工我们来观察有说他们在做一项的运动啦，叫什么运动？叫做阿妈棍运动。什么叫做阿妈棍运动呢？因为伊投入股票的市场，就像我即马目睭紧紧看头前的迄个荧幕，那荧幕里面呢，可能有红的有蓝的，刚好有红的有蓝的，所以在看盘不是嘛？所以对着股票的起起落落呢，阿妈棍呢嘛伫遐呢，马棍嘛伫遐呢起起落落，伫叮当者，所以呢无心伫做工的确需要引进一寡外籍的劳工来做一些基础的建设。所以咱受到咱的政府安尼做，咱来看到咱的教会呢，咱看到咱的教会这几年来，因为基督徒的拍拼，努力做工，因为我还有一个机构叫做福音协进会福音协进会，我相信各位的教会对我们应该不会太陌生。我们在做健康教会的建造，所以过去这30年来，我们教会也有参与在里面，所以我们一同的来建造，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健康教会的发展。伫健康教会发展内底，阮会做调查，所以教会有2年的教室报告，所以就是咱台湾所有的教会发展成长的状况，扣除掉新冠疫情的影响，所以过去在这样调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到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基督徒的趴数，为差不多30年之前差不多2%一直直增加到如今疫情之前差不多到达6%。那现在疫情之后呢，有往下降因为很多人呢，因为都在线上没有回来所以呢，很多人现在没在实体里面所以我们在调查整个基督徒的比率的时候呢，发觉到它是往下降，但是疫情之前呢，2%，然后直直成长到6%，但是咱即马小等的自费线，咱离开咱的教会出去的时阵，都会拄到偌济%的人呢，94%的人对吧？94%的人也未入到教会内底。所以，咱会看到这个福音的合场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就像耶稣对咱的提醒一样，咱就祈求管收成的主派工人出去收成所以，咱会看到这合场上的需要。所以，你看到合场上的需要的时阵呢，你有想到无？讲安怎来做工呢？所以，首先来看到别人的需要。伫别人的需要上，看到咱的责任所以咱就为倒位来看咧，就来为咱的四周围来看。所以为咱的四周围来看，基督主互咱有圣经内底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1章第17节内底所记载，这段的圣经嘛是阮但以理和伊的校训所以在这一段的校训里面呢，拢总有3个行动所以咱做伙来读好无？路加福音第1章17节来请。因为用身以利亚的精神甲能力来做主的先锋，伊会互父母甲囝儿和好，互背逆的人转向来对伊的意念，互主民准备好势，通迎接主。所以讲台语对我来讲不是我的母语对我来讲很大的挑战，因为我是外省第2代但是讲到如今台语听有
还好，感谢主。好，所以这段圣经在呢，记载在路加福音。所以虽然记载在路加福音，但预表了对路加的预言，路加要做的代志，但是相对嘛是提醒咱要做这款的代志，同款的代志。哦，所以求主来帮助咱。哦，所以咱遮有看到讲爱者的爱家的行动，所以咱四周围就为咱的厝开始，所以关心我们家人，关心我们在社群当中的这些邻舍们，怎么样跟他们来互动？哦，那也提到了哦，有一个归主行动，就是怎么样传福音哦。所以咱伫生活中，安怎活出福音来？啊，福音虽然用传的，但是重要的是要活出来，要活出福音来。所以你若唔知安怎活出福音来，请你来报名但以理学院。所以我会教你怎么样传福音之外，很重要的就是要活出福音来。因为我们的神是说了就去什么做的神呢？啊，说了就去做的神。所以第三个行动呢，就是生命的行动，是让我们的生命呢要不断的成长的。生命才能够带出生命，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所以在这边也再会介绍一下但以理学院。所以我们有两个阶段的课程。第一个阶段的课程呢，就是门徒的训练装备。所以怎么样来训练大家能够成为一个传道的人？所以传道的人呢，就是要做传道的事，不是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所呼召的传道的人，所以传道的人就要做传道的事，所以我们是说了听了就要去行的人。所以我们在第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有70堂课的内容，所以这第一个阶段有35堂课，所以我们会来做这样的布道的训练跟造就，门徒的培训。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呢，我们会进入到辅导的一个培训、栽培跟造就。所以怎么样跟家人的互动，跟你最亲的人，跟你旁边的人然后怎么样去帮助他们，从家庭、从婚姻然后我们也从助人的技巧但是我们也很重要，也会来传讲真理，所以让真理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让人能够听得清楚能够你讲得明白所以让我们能够在真理当中能够去宣扬让我们有实际的6个个案的分享的一个课程。所谓6个个案的分享课程呢，就是你在课程当中你学到什么，你做到什么，然后你可以在课程当中你可以分享你所做到的那个部分。所以那个个案呢，指的是谁？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听到之后，我们要去什么？行道。我们学了之后，我们就要去行，不是嘛？所以我们说的个案分享就是指的你在生活当中你怎么去行的，怎么活出福音来的，怎么样彰显福音的所以这是在我们的课程当中，我们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阶段里面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课程，就是在职场里面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卓越职场领袖的这样的课程。卓越代表意思是什么？就是好还要加上好。所以好呢，就是我们做人最基本的。但是你想要达到卓越的人生呢，那你必须好还要加上更好，更努力的去追求。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好上加好，不是嘛？因为我们的神乃是卓越的神，不是嘛？超越一切，所以他所拣选蒙召的儿女也应当是卓越的儿女，不是嘛？所以我们应当朝着卓越的人生往前行所以我们总共有35堂课那我们每一个课程呢都超过2个小时。那我们呢基本的布道的理念那我们有个人的布道的训练，还有门徒的造就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门徒那怎么样来造就大家很重要。我们有一个灵修敬拜的一个生活所以帮助大家怎么样能够把圣经呢真实的把它读完一遍。所以在但以理学院里面这2年，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要陪伴着弟兄姊妹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你要把它读完一遍，
之外，你还需要自己及早起来亲近神然后灵修所以有过一个灵修敬拜的一个生活那另外我们也了解基要的真理然后我们活出我们说的叫活出福音来就是职场的见证然后熟练辅导的技巧、助人的技巧，包含同理心这一些然后另外我们也强化婚姻的生活要有一个爱家的行动。那但以理学院呢，感谢神，谢谢各位的教会。我刚刚说你们一甲子，我们恭逢其时有差不多30年的时间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再一次谢谢各位的教会迦南长老教会长期的支持我们，然后让我们可以在这边使用。那我们这个地区呢是桃竹苗地区，那桃竹苗地区总共有3个上课点，一个就是在礼拜2在迦南长老教会，那礼拜3在我们自己新竹的办公室，那礼拜4在中立浸信会那有不同的周间不同的时间，但是我们上课的时段呢都是6点半一直到9点半。那6点半就是我们的敬拜祷告，所以我们从敬拜祷告开始，然后进入到课程当中，所以我们大概会到9点半就课程结束所以但以理学院呢，你报了但以理学院呢，基本上我们不会考试所以你报了名呢，我们不会考你圣经的知识，那我们会跟你面谈。那面谈是什么呢？面谈的内容只是我们要了解你的心智，你为什么不管是被鼓励的会推上来的，会是什么样的状况，那你为什么愿意填呢？你心中一定有一个方向目标在那里你一定有一个期待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想要了解你的期待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未来在课程当中，我们怎么样因人施教，私底下怎么样来协助你帮助你然后让你呢在这样的学习里面呢有更多的领受所以这是我们但以理学院里面的课程，所以不要消灭从圣灵来的感动，因为我们10月初就要开始开课了。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招生面谈期所以把你的心动呢化为行动，也不要消灭从圣灵来感动。等一下聚完会之后，我们有带来一些报名表，或是在教会的周报上面有看到，可以去到张玉主任桌上那边也有报名表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带着信心跨出来，走出你的舒适圈，你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会充满在你的身上我们也看到这么多年来，看到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愿意跨出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的生命就不断的成长，不单只是他的生命成长，然后他也能够影响到许许多多的人。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有人在讲，当咱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一生呢只能够用2个字来形容哪2个字呢？第一个字呢就是来。圣经内底安那甲咱讲，耶稣对咱有一个邀请，说劳苦背重担的人拢来到我家，我要予你安息安息什么意思？安息就是重新处理，重新出发。所以有时候我们需要重新出发，从心里面也能够重新，然后领受新的恩典、新的恩膏。所以第2个字呢，就是去所以咱看到咱的大使命内底有甲咱讲，所以咱就去招万民来做门徒，为倒位去呢？为咱的教会，为咱的厝内底，为咱的职场为咱的社区去招万民来做伊的门徒。所以有人嘛安尼讲，当咱做基督徒，当咱要去传福音的时阵要有事后。哪事后呢？第一教呢，咱就是面皮爱教。所以面皮爱教唔免惊互人拒绝所以伫咱台湾你若传福音关心人互拒绝袂互你袂互你去关啦，做你放心啦，袂关你啦。但是你去对岸的时阵，可能会有关但是在台湾你免惊。所以呢，在台湾你最需要克服的是什么？是你的面子问题面皮爱交唔惊互拒绝。第2交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腹肚皮爱交在咱台湾我们说叫做多元的文化、多元的社会。包含我们的信仰，
也是多元的哦。所以我们也看到，在这样的多元的环境当中哦，所以呢，我们的巴多培爱高，多接纳、多包容不同的意见啊，只是他所信的，他并不知道而已啊。但是我们比他更清楚，所以我信的，我知道我将来要去哪里，不是嘛？啊，所以我们要多接纳、多包容不同的意见，对信仰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只是时候未到，等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就成就了这件事情。哦，所以第三高是什么呢？就是咱的脚头夫爱高啊，哦，脚头夫爱高，所以常常你就为你所关心的人爱跪落去。为因来祈祷，跪落去为因来祈祷，所以常常跪落为因提名来祈祷第四高是啥物呢？第四高就是脚底皮爱高脚底皮爱高，所以圣经内底嘛甲咱讲，要多陪人家走那另外一里路啊。所以咱今麦的基督徒最难付上的代价，不是金钱的代价。金钱的代价，有时候我们来聚会，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奉献，不管教会是用任何的奉献方式，都已经预备好了，就是把这些金钱带到神的面前归还给神。可是当陈牧师说某某某下午等一下聚会完了，下午跟我一起去探访人的时候呢，你可能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不是嘛？所以我讲，今麦基督徒，现代基督徒最难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叫做时间，不是金钱，时间的代价。你愿意陪人家走那另外一里路嘛？陪人家走那另外一里路是需要付上时间的代价的。所以我们已经付上了时间的代价，不是吗？我们今天有些人在外面，他可以规划他的休闲活动，但是我们属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来到他的圣所，就是来朝见他的，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能够领受从他来的恩典，知道我们如何来行，讨他的喜悦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所以求主差遣咱出去受伊的增加，唔免惊。耶稣嘛，互咱有宽病。愈加咱读的圣经内底讲，会当赶邪神，医治逐款的症头甲病痛。所以上帝嘛差遣信心保惠师甲咱同工。使徒行传第1章内底嘛有咧讲毋过信心临到咱的时阵，会得到能力，伫耶路撒冷、全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天边海角，为我做见证。所以咱做伙拍拼，去受伊的增加，做伙兴旺主的福音。所以咱出去的时阵，是主甲咱斗阵出去。为什么安尼讲？因为信心伫咱内底，不是嘛？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咱出去做工的时阵，上帝嘛甲咱同工，不是嘛？所以求主来帮助咱。所以咱的教会60年啊，所以我拄要头前有讲，让我们继续来领受神的恩典，然后我们继续走那另外的一甲子，然后让我们的教会旁边有一个新堂，不是嘛？让新堂也坐满满满的得救的人，这就是上帝呼召咱的目的。所以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我们也看到主你所教导、你所做的，让我们也能够行主你所说的，去做你所做的。愿圣灵的恩膏常与我每个人同在，让我们今天可以领受这样的教导，能够活出神要我们所行的，把我们的心全然的交给你。愿你来掌权，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510首，温群做工无嫌劳苦，请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请起立。我的心温暖乎你，永存拢咱的心。我的彩情你诉说，讲愿你做。阮伫天命的爸，感谢你赏赐阮即礼拜的平安甲稳定，嘛感谢你伫困难中扶持阮，伫喜乐中甲阮同欢喜。阮也为着即个世界的美好甲希望，献上阮的祈祷，求你继续引带阮行正直的路，带阮献上阮的金钱、时间、才能，求主接纳。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阿门。请坐。这是要来请洪成长老来报告。平安。这是我来报告吼。今仔日无来宾介绍吼，煞是我来报告。这本主日吼是单一行业的事工介绍由林金华牧师以及方龙牧师来遮吼，来讲道甲请安，咱感谢林金华牧师的勉励吼。咱也继续为着来伊理行业的事工来关心来带导吼，搁奉献，搁来参与。所接下主日吼9月7日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要报名的兄，迄个已经报名洗礼受洗的兄弟吼，请伫9月5日拜5下暗7点半，伫个5库一个会议室来问道理。吼，暗时7点半，拜5暗时7点半。下主日开始供应迄个爱餐，即马爱餐收20箍吼，一个人爱收20箍无走南山的用免洗碗盘吼，餐盘白铁仔猪，你用来使家己炸猪啦吼。供应的时间是11点半到12点半。9月3暗时7点半要举行，伫新店要举行333祈祷会，邀请迄个南港教会蔡永生牧师来分享。主题是福音祈祷小组甲教会成长，邀请兄弟做来
祈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今仔日下早10点半到11点半，伫1楼要举办社区医疗咨询。服侍人讲是陈永林、郑正林、郑志文医师、郑志文医师，因为因的名拢用国语讲，介绍，有健康咨询的同工、志工，邀请亲友来参与吼。本主任吼要举办志工教育训练，所以导游甲学生吼暂停一过。9月27要比赛吼，请详细看公布啦。今仔日下晡1点半到3点半，伫新塘要举办第2次的志工教育训练。主题是夫妻亲子大家新妇的经营技巧，关系经营技巧吼。讲师是林文清心理咨询师，也欢迎毋是志工的兄弟吼，做伙来参与。专营课后辅导班伫9月7日开始开班，上课时间是每一礼拜拜2到以及拜4，暗时6点半到8点半。要报名吼，请伫楼骹看迄个公报栏甲海报吼，公报栏的海报。9月3 10点半到12点，社区讲座，伊主题是创造幸福，乐龄人生。讲师是洪婉文老师，欢迎各位参加。你会使伫线上吼。9月7日拜六，就是招你甲我迄个福音茶会，伫新塘。2点要开始，毋过你1点半就来入场吼。欢迎大家来做伙来关心台岛。期待这 best 吼，会当来明白上帝的道吼，接受耶稣基督是咱独一的真神。所以你抓紧开始接受申请吼，要申请的人吼。请填迄个申请书，甲你的成绩单的影印本，交伊干事室，是你抓紧会收件卡仔内面吼，就会使。9月7日这止吼。2025年下半年度的课程 A1 的基础课程，甲 A2 的中大成绩，9月20日开始上课，请伫公报栏登记，是伫内吼来报名，且兄弟踊跃来参加来接受装备。差不多呢期56天的强测吼，到9月7日结束。感谢兄弟做伙来参与吼。佮续接是意识嘅台语的读经，意识嘅台语的读经是伫9月7日开始到10月29。每一天透早6点，即回无请同工吼来读经吼，来祈祷，完全拢牧师一手来。所以你6点的时阵准时开去，伫教会迄个 YouTube 吼，开去你就会当听着吼。过来，但你行业咧招生吼，9月份开始开学，每一礼拜的暗时7点，每一礼拜拜2的暗时7点到9点半。伫咱49号的401教室咧上课，欢迎对这样宣教有兴趣的报名参加。10月份开学哦。9月份是要报名，10月份要开学。谢谢。都有兴趣的吼，你伫楼骹1楼吼，摕报名表吼，是找。加深长老吼，所以咱要来，要来颁奖吼，大家平安。咱即个时阵有一段时间要来特别来颁奖，但是咱要来恭喜咱教会即个乒乓的即个球队。伫顶礼拜拜六去鼓山教会参加60周年的龟山杯的乒乓球比赛结果因不小心把冠军拿回来咱请咱的这个嘉南队来到台前
好，伊要将伊的这个冠军的锦旗要来赠送给咱的教会代表嘛还是全部有照片上有在的人都可以来台前那边。好，咱的这个洪明和教练，秀林执事，这个俊妙都有加深有，不小心的不小心因为这次龟山教会因准备较短所以临时邀请我们去帮他们这个撑场面结果把这个冠军带回来这个是冠军的这个锦旗好，爱被敬上给教会所以要。好，谢谢。好，咱收起来好，我们这个呢，这个是他们的礼金没有要捐给教会这个是他们辛苦得来的。好，我们恭喜他们好，这一次总共有在龟山有4个球队好，龟山有2队嘉南1队，还有巴德1队。龟山2队。总共4队这样子，好，所以我们拿到了冠军，不小心，好我们昨天呢嘉南杯这个筹划非常久从去年一直规划到这个昨天来完成好，昨天我们总共有7个球队，好，90位的球员好，然后有157场的比赛好，真的非常的精彩好，昨天我们的这个嘉南球队呢，好是拿到了。好，这次是很努力才拿到了亚军好，总共有90个球员好，那我们嘉南有2队，嘉南 A 跟嘉南 B 好，那这个是在龟山，他们是来报仇的因为上礼拜呢，他们把他们的冠军带走，所以他们请了这个桌球协会的会长，然后桌球协会的理事长。然后请了各方的这个所有桃园会打球的昨天都在嘉南这里出现了，有农会的，有这个警察的，有法院的，有医院的，然后还有这个体育学院的，都来所以昨天这比赛非常的精彩好，让我们的嘉南 A 队呢拿到了亚军，好，所以请我们的嘉南 A 队的队员请出列，请出列。好，那他们要把他们的这个奖牌跟奖金好，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又出来了这次你们是 B 队A 队现在在台上的有2位这个奖牌要来送给教会了，他们辛苦赢回来的。好谢谢辛苦，对。奖牌留着，奖金自己拿的。奖金。这个是你们的，这是你们的。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礼拜2跟礼拜4我们有这个桌球兴趣班好，那这个桌球兴趣班这样成立以来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好，能够跟桃园几乎是这个强手来对打好，然后能够取得很棒的成绩所以我们再次来谢谢每一位参与，感谢主。好，那也期待嘉南杯能够接下来继续举行好，因为常常听到以前在分享陈道雄牧师牧师娘跟这个举办嘉南杯这个是轰轰烈烈对，所以昨天的比赛也是轰轰烈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的是我们60周年的主题创作曲的颁奖那把时间交给静怡师母。好。
好，我们很开心，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参加各项比赛都受到肯定，我们真的是值得高兴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的这个奖哈，是我们千呼万唤始出来，等了很久很久的江南教会60周年诗歌创作奖哈。我们从1月的甄选到4月我们的截止呢，然后再来是6月我们有一个评审，有请3位专业的老师来评审，到8月前几周有一个人气的投票哈，所以到今天终于我们要来颁布这个总成绩了哈。我们看到荧幕上面有3组参赛者，一个是张敬豪，在后面一个是潘思弟，就是刚才今天早上跟我们分享的，另外一组就是我们的温琛长老跟翠芬长老。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们的那个成绩哈。我们有3位评审的成绩，我们就就帮我列下来哈。评审1、评审2、评审3。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总成绩，我们来看一下。张敬豪，我们得到237分，潘思弟212分，然后文成跟翠芬是201分，哇，他们的成绩都非常接近哈，而且是实力相当，真的是很开心哈。我们先来给他们一个掌声一下，好。虽然是比赛，我们这是比赛，所以成绩会有高有低哈。但是呢，他们所创作出来的曲子哈，都是来见证嘉南60周年这个美好的历史哈，也是一个见证，也是60年以来的一个历史哈。所以呢，我们除了给他们掌声之外，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神给一个掌声，这是我们嘉南教会60年的一个最好的恩典在这里面。好，所以紧张的时刻来了哈，我们要。好，3位评审我们到时候会公布哈，我们现在这边就不说。好，我们综合以上评审的成绩，还有我们前2周有一个人气投票哈，所以我们紧张时刻来了，我们要来颁奖。我们首先要来颁奖的是这个奖是赞美创新奖，来得奖的是康文成、詹翠芬，来鼓励一下，嘉南向前行。来，我们请他们2位到台前来，翠芬长老。翠芬长老，他去第2场服侍。哦，好，来我们文成长老来代表哈。好，我们要请我们的忠义长老来帮我们颁奖哈。我们这不是奖杯，我们是奖金哈。奖金。拍照。恭喜恭喜！好，接下来我们要颁的是温暖旋律奖，得奖的是潘思弟，与主同行，嘉南60。我们一样请忠义长老。我们等一下得奖者请先留步，在这边留步一下，我们等一下一起拍合照哈。谢谢。最后，我们最精彩的一个奖，就是嘉南60年的主题曲，叫我们的奖项是嘉南60主题奖，得奖的是张敬豪，我们鼓励一下耶！请牧师来帮我们颁这个最大的奖项哈，谢谢。牧师都先把惊喜说出来。好，来，请留步我们3位创作者，我们一起来。好，前面一起跟那个部长一起来。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不是只有到诗歌创作，不是只有到今天就结束哈。接下来呢，9月跟10月呢，我们呢会在各小组啊，或是各聚会，或是敬拜赞美团他们的敬拜诗歌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唱这3首曲子哈，我们要一起来练习。那我们目的呢，就是要在10月31号礼拜5晚上，我们会有一个嘉南教会社教60周年的音乐会哈，到时候会邀请众会友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些，我们要一起来赞美，我们要一起来感谢，要一起来唱这些属于嘉南教会我们的歌，好吗？好，谢谢大家。
小妹，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读两过吼，来开始。耶稣就对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耶稣就对伊的门徒讲，通修行的真多，做工的人真少，所以恁着祈求管修行的主。派工人去修行，马太福音9章37到38节。好，以上。请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歌，圣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金发牧师来祝祷，请起立。徛伫下头来祈祷，领受为顶头来的祝福。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听叹、信心的感动，甲咱大家同在，永世代拢无尽。阿门。请坐，默祷。